講台語當着時，大家做伙來講台語。講到這台灣台語認證考試，今年第2梯的考試時間，在咧7月舉行，4月13到5月初8開放報名。另外，今年3月開始呢，攏把這考試攏電腦化咯。教育部表示講，若准考生無慣勢操作電腦的，也會當來申請線頂模擬考試，或者考生有機會練習。學者也呼籲講呢，政府就要提供具體升學也個經濟誘因，才會當請愈濟人來考試。即馬參加台灣台語認證考試的人是不哩啊濟。年初3月份的考試有超過14000人報名，今年第2梯次的考試按算7月份舉辦，為4月13到5月初8開放報名。若今年3月認證考試頭一屆3講全面電腦化，教育部講針對6歲以下也是65歲以上無慣勢操作電腦的人，因會當申請特殊需求服務，冇提供線頂模擬試考，互學生有機會練習。教育部台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線頂模擬測驗美講。另外，學者是建議政府要提供具體誘因，尤其是經濟甲升學管道做起，才會當請愈濟人來考試，嘛愈重視這個台語認證。升學的還是公務的考試，若是會當有小可加分，吼合理的加分，其實是有足大的這個鼓勵作用，吼一定上線，已經咧食頭路的公務員，伊若是有考過認證，而且伊在工作上個會繼續提，咧一直咧使用的，嘛應該愛有互伊即個定期的即個獎金。也若新竹縣政府今年初嘛推出台語獎勵計劃，戶口佇新竹縣的民眾甲學生，若通過初級以上的認證，都會使申請獎勵金。那這次民政處特別的來推廣，就是有關於台語認證的部分。我們也希望所有講台語的朋友也能夠尋根，然後跟着這個台語認證的這個學習的方式呢，能夠找回媽媽的語言。新竹縣政府講，通過初級有1800塊，中高級有3800塊，若專業級上懸有12000塊，都是要鼓勵民眾考認證講台語，用台語做萬行台。記者郭金陽、周君宏、志剛台北報道。